这个是厕所，咱们的厕所大不大？大家看一下，厕所大不大？为什么不搞4合院？3合院就够了呀！谢谢卡文哥，谢谢卡文哥。我不是关水了吗？你又开了吗？对，咱们那个厕所里面的水桶也装好了，谢谢卡文哥。门吸也没装，对大家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吧。来，小姨，我过去一下，这里就不用刷那么干净了嘛。我先里面去看一下，给大家。蹲坑边搞块挡板，搞个评分吧。我们有评分。先让我进去一下。我说你等一下刷。我们有个评分，你大家都觉得那个的话，我们那个评分挡在这里好不好？有评分。然后这里就装了个架，搞了个这个洗手盆。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晚上好。对，简简单单的，没有买的太贵的，就是说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。你像一套那种贵的话，得上千1-2千，是吧？我这个就几百块就搞定了，反正，平时你像大舅哥家那种房子里面啥也没有，是吧？我们还有个洗手盆，还有玻璃啥的镜子，然后他们平时那个梳头发呀啥的哈，挺好，洗手盆跟蹲坑，我们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这个刚好那个位置有点限定了，知道不？有点限定了，刚好那个这个卫生那个蹲坑那个位置是刚好这个出管出去，我搞到这里的话，那个就像嘴哥说的，拉个屎的那个粑粑还是7拐8拐的就没必要还让他那个是吧？做个溜板似的，就是越近越好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说就搞到这里，我们那个搞个评分放在这里，搞个评分挡住就行了。我们有一个评分，没事。我等一下给大家搬过来看一下吧。有评分，那个评分之前买的，本来是放在直播间，现在就不用直播间不用了嘛，然后就放到这个位置吧。等一下我装过来。蹲坑没反，它有反有顺的，它不一样。反的也有，顺的也有，这个不一定的。没有反，它没有说是有翻顺的，它有的地方是装反的，有的地方装顺的。蹲坑没事，这个没事，是的，对，蹲坑是真的没事，玻璃加个木框吗？对自己喜欢就好，真的。我们做个评分，有评分。对，有2个方向的，可能大家不理解，有的地方是在前面装的，有的地方是后面，都有。一般他们是说，一般是装在前面的。我这有没有乔迁宴？必须有啊，乔迁宴。有没有想要来的？真的，我们就下个月初。有没有来玩的？我郑重邀请大家，就是说。是吧？我们的哥哥姐姐们都为我们房子付出了太多，又给我们出建议，又给我们设计，是吧？然后又给我们刷礼物。说实话，真的一直那个支持我们。我们一带货呢，又支持我们，是吧？买货。就现在我们的房子盖的马上就要完工了，倒计时了，倒计时10天。有没有来玩的？我们乔迁之宴就下个月初，因为大家都推荐我们，就这个月的话，乔迁的话不合适，它没有春天。就是说不太合适，就是说过了那个12月份，我们1月初1月几号吧就开始了，挑个时间，搞个木框是吧？玻璃的话搞个木框，也行。我现在只是简单的装上去嘛，到时候可以拆下来，没事，搞个木框嘛，因为我好多地方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呢？铁烟囱还没搞过来哥，这个联系都联系不上，他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那个烟囱呢，实在不行，我就用铁皮卷一下吧，又打点胶也行吧，好，搞点铁箍，我明天就那个去搞点那个管那种铁箍啊，那种是吧？给它套一下吧。我们有一块铁皮，用铁皮给它搞上去算了。我们干脆就等他们贴完瓷砖吧。贴完瓷砖我们再搞吧，网红川联系了，富哥他说还没做好，富哥，这个我一直在联系，我等一下我明天早上再打个电话给他。毛巾架有一个呀，
可能刚刚你没注意啊，永远的思念哥有的还是姐姐，有的也谢谢辉哥，大家帮忙点点赞，我们上人嘛，没亮灯牌，大家帮忙亮灯，谢谢大家，对我们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，真的非常不容易啊！这个在老挝能盖一个这种中式三合院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好多东西呢又贵，然后好多东西呢还不好买，真的非常不好买。已经非常棒，哎，不是我办，是大家支持我，我才这么办的。说实话，真的，真的非常感谢他，没有大家的支持，没有大家的那个建议啊哈，给我出主意啊哈，我根本做不到今天，房子根本盖不到那么好，对。那个门就是不一样的，那个当客房用吧，那个门。这个房子是大概花了30多个吧，差不多30多，差不多。对，房子有的那个有的那个挂的那个放洗发水、沐浴露的，然后放毛巾架有的啊，谢谢大姐。丈母娘吗？丈母娘在帮忙做饭，谢谢森林生宇哥的人气票，谢谢森林生宇哥，大家帮忙点点赞，我们真的上人帮忙，大家帮忙，是吧？在国外真的挺不容易的，盖这么大个房子，真的挺难的。然后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终于做成了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三合院的风格，古香古色的嘛。地皮也是买的，对，地皮的话乡下的话不值什么钱。在城里面就更值钱了。这个地皮的话，只花了1万多块吧，1万多块。对，废旧管子就是一直在找不到啊。玻璃可以换玻璃的话，我们都会该贴贴纸的贴上，然后客厅的话就不用贴了，反正这些房门啊或者窗户啊哈，就是说房间都给它贴上就行。对，安全的没事，咱们汪汪队你开玩笑。7个汪汪队，你有什么不安全的？我跟你们讲，汪汪队比啥都强。汪汪队，你有谁来了，汪他一声就冲上去了，他比谁都快。你就请个保安，你都没有他惊醒。我跟你们讲，真的，他在这里比啥都强。然后咱们还有院子，大门一关是吧？里面的你怕啥？对，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。对，中间的话试水柜台归到中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冲的水，然后往这个中间流，就说那个试水柜台嘛，就归到中间。我们的做法就是比较简单，没有搞得那么复杂，因为节省了一些成本。然后大概的款式就是这样，试水柜台归到这个中间去，一般是要做一点落差，那个两边高中间低嘛。但是我们就是中间搞一个小的就行了，反正这个水泥地上都做了斜坡，反正都是归到中间了，里面的水。对，看他们干活，真的每天都不停的想，就赶紧把它搞干净啊！哪里有他们女生呢就搞卫生，我呢就开始专门装窗户，搞这些东西，就后期收尾的东西嘛。我们的水管现在我已经装好了，也那个厕所里面啊，包括那个洗手台那里，是吧？梁宁那边都去了水了，户外厨房都已经有水了，所以阿彪真的有的时候全靠自己干。有的时候你请工人嘛，这里那里又不好干，我还不如自己多干一点，所以说我自己干又放心，是吧？我自己干的